3，接下来就是修那个悲无量心的部分。观想一个被猛烈痛苦逼迫的众生，作为所缘境，希望他远离痛苦之处。经中说，观想一名被关入监狱，然后即将被杀的罪犯，或在屠夫面前临死的旁生等，以这样遭受剧烈痛苦的一众生悲悯的对境，对他升起母子之乡。例如看到一个被国王下令带到刑场的囚犯，或者为这正被屠夫捆绑的绵羊时，使其他是其他某某众生的念头观想。若那是我自己，则该怎么办呢？专心意念那边正感受痛苦的众生是自己，现在该怎么办呢？既没有逃脱处、隐蔽处，也没有皈依者和救护者，不能逃跑，也不会飞行，以力量和无力也无法反抗。现在马上就要远离今生的一切显现，甚至自己珍爱保护的身体也要丢弃，而步入后世的大道中，这是多么悲惨啊！观想那样的痛苦落到自己的身上而修行。哎呀，那这里面呢，就是讲到的，就是直接带到刑场的这个囚犯，或者是有这边那个马上会到了屠夫面前马上会宰杀的动物，相当因为在宝智仁波切主要的就是著作这本书的时候呢，就是最要的环境是藏地嘛，所以就是讲到那个藏地的一些相当就是藏地的话，就是有绵羊啊，还有那个羊跟牛嘛，但是别场都是杀的比较多，所以就是讲到这些作为对比。那么在我们这些城市里面来说的，那就可以对比的众生才是更多有些可能多到已经是不怎么能够可以产生有感觉的。那么接下来说的话，那实际上来说的真正的要去感受一些众生，如果是我自己，那怎么办？逃也逃不走，然后飞也不会飞，然后也没有什么可以救我们的一个皈依之处或者是依护之，没有任何的能够可以救我们的，救我的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的话，那怎么办呢？要这样去修持，不能以为说那是他是其他的众生那是一个螃蟹而已嘛，那是一只鱼而已嘛，那种是不可以的。或者看到一只羊被带到屠宰场之后观想，若这是我的母亲，该怎么办呢？失去那是一只羊的念头，从内心深处观想那是自己的老母亲，并进一步观想，如果我的老母亲我有少许罪过，却被别人这样杀害，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的老母亲该是何等痛苦，内心深处会迫切希望老母亲立即摆脱被屠夫宰杀的痛苦，或者情不自禁地升起慈爱悲悯之心。这时在观想，虽然现在感受痛苦的这个众生不是我现世的父母，但是他肯定在以往的生生世世中做过自己的父母，做母亲是完全与现世母亲一样，以大恩养育我，与现在的父母无有差别。遭受如此剧烈痛苦逼迫的父母亲是多么可怜啊！如果现在他们能立即摆脱这种痛苦，该有多好！升起男人的猛烈悲心，
观修至泪水诉说而下为止。若对他们升起了大悲心，则继续观想，感受这种痛苦是也是往昔造不善业的果报。如今造恶业的这些人，后世也一定会感受这样的痛苦，实在可怜。如此将以杀生的痛苦之因为业的人，作为对境而修大悲心，然后再以生于地狱、恶鬼等痛苦众生作为对境，专心意念他们就是自己或自己的父母，精勤修大悲心，最后观想，遍布于虚空的三界一切众生，充满了恶业和痛苦。这些为造恶业、为受痛苦的众生多么可怜！如果所有的这些众生都能眼力六道各自的一切业感、痛苦及习气，获得永久安乐、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该多好啊！反复诚心观修就这样。前面我们所讲的，就说呢有那个直修跟观修这两个交替、直观交换来，那么就反复的就观修。自本作人着空